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继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迎夫人之命。迎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继与夫人回国。秦王迎道，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5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秘书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王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
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季，大杀江青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室七星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，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世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燕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，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助食之急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回楚国。香儿，
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七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